深圳博愛曙光醫院始創於1992年，去到而家已經有33年歷史㗎啦。醫院位於羅湖區雄安北路2088號，有口岸免費專車接送服務。搭地鐵喺筍崗站出，又或者喺羅湖嗰度嗌車咧，20蚊唔使就到㗎啦。被深商聯老字號協會授予深圳老字號品牌，就獲深圳市醫療服務質量與服務評價為 A 級嘅單位。醫院一共有22層大樓，係集醫療美容科、口腔科、婦科、體檢科、皮膚科、中醫、內外科等等，集於一身嘅綜合性醫院。醫院推行4H 動感式服務，務求每一位嚟到嘅人都享受到高品質嘅服務啦，同埋醫療嘅水準。醫院門診實行全預約制，設有多渠道預約掛號同埋綜合查詢平台，大家簡單用手機就可以完成到預約，開啟指尖就醫嘅新時代。喺呢度都見到醫院榮獲咗好多唔同單位嘅認受啦，同埋嘉許。今日就嚟到博愛曙光醫院啦，咁呢度就做一個探店嘅。咁而家比較多香港人啦，都會去翻大陸啊、深圳啊呢一度可能睇牙嘅。咁主打就會去介紹翻一個關於口腔科嘅推介嘅。咁呢度個醫院環境啊、大堂嗰啲好企理啊，全部嘅門診都係用一個預約嘅形式啦，所以你係唔會見到一大堆人攞住張籌號啊，喺度坐喺度乾等嘅。咁可以睇一睇個環境。我哋首先本身就做咗個預約先啦，預約完咗之後我就會喺我身後嘅地方做個掛號同埋分診嘅。咁因為佢呢度有好多唔同嘅專科啊，咁我哋就會做咗資料登記先嘅，係啦。咁而家我哋成個流程都會體驗下。OK， 好，咁啱啱就喺地下嗰度做咗一個基本嘅掛號啦。咁而家去到而家呢一層啦，咁4樓就係一個口腔科嘅樓層嚟嘅。Hello， 你好。咁特別一提佢有一個服務係俾翻港澳居民，就係1對1嘅全程導診同埋翻譯，咁就唔使驚唔識聽或者講普通話啦。你好啊，我想了解關於你哋啲服務價錢啊。咁其實我諗大部分人比較主流少少就會可能係第一洗牙啦，咁第二就係種牙，第三就係箍牙，可唔可以簡單介紹下？因為我哋好多時候都特登走上嚟話洗牙啊嘛，係洗牙嘅話，而家都啱啱好都有優惠折扣。普通平時洗牙嘅話係60幾蚊嘅。咁如果話係星期6日嘅話就90幾蚊。即係閒日嘅60幾蚊。OK， 假期90幾。咁啊，如果洗牙嗰度咁係咪有個咩噴砂咁樣？噴砂嘅話我哋係分國產同埋進口嘅。如果係國產就128蚊。128蚊。係啦，如果係進口嘅噴砂就係298蚊。298。係冇錯。好啊，清楚。唔該晒你 ，thank you。咁啱做完個 CT 就拍片啦，咁呢度即刻影就即刻出現咗我啱啱嗰個景象啦。拍完片啦，咁然之後就會入翻嚟呢一度咁醫生就會去講解翻我個口腔情況嘅。你這邊呢，左邊，下面有一個智慧牙呢，是埋在裏邊的。咁醫生都話如果冇乜特別智慧牙冇事冇幹，你唔剝都 OK 嘅，暫時係真係冇話一定要你剝嘅。牙周治療。OK。一下有時候也有牙結石。OK 好，即係而家做一個口腔嘅檢查先嘅，會係 OK 好。要洗牙了，你給它好多牙結石啊。後邊有沒有塞東西啊？吃東西是不是很容易塞呀？是不是啊？是啊，比較會。其他的都還沒什麼。主要是牙結石，現在第一步肯定是先洗牙咯。OK。洗牙拍片。咁啱就檢查完啦，咁醫師都係細心嘅，咁埋都會講翻個口腔嘅情況。咁啱講翻就話可能有啲智慧齒友問我食嘢會唔會係卡住嘢咁樣，咁而家個步驟就做咗一個洗牙嘅步驟先咯，免費洗牙。免費洗牙，免費睇牙。免費睇牙，同埋一啲口腔嘅
牙齒種植咧就會有優惠嘅。嗯。Thank you。好，那先坐一下，添加名字就可以了。OK， 好。咁呢度咧就係5樓啦。5樓咧主要咧就會係一個做洗牙啦，同埋做一啲牙科手術嘅地方嘅。我們5樓呢是有幾個區域的，像這邊的話呢，這5個房間就是我們的潔牙區，然後這邊的話是我們的種植手術室。個醫護嘅通道啊，咁佢成個手術室咧，佢分開咗幾個獨立嘅門口啊。呢個位咧就係俾啲醫護入去啦。OK。這個門呢，就是給到我們的患者進去的一個門。佢呢個咧就係患者嘅通道啊。咁佢呢度解分咧，主要係減低一啲交叉污染嘅機會咯。係啊，咁佢哋對於一個衞生啊呢一類嘅要求係非常之高嘅。咁呢度就係污物通道啊。咁其實咧術後所有啲係需要棄置又好或者消毒嘅嘢咧，咁佢就唔會喺嗰一邊門口嗰度出入，主要係將啲污染源同埋啲乾淨嘅嘢大家分隔咯。我最終周末晨洗通過1、2、3，一共4個步驟的話，4個步驟，對，然後再進到這邊去煮沸，然後最終烘乾，烘乾結束之後，再通過這個門口，然後送到下一個打包間去。呢個就係一個消毒嘅流程啦，呢度。我們這些專門的這些器械包裝袋，然後烘乾好之後，呢個係啲裝器具嘅打包袋啊。一個那個包裝面積的一個所有的一個記錄，包括有效期、失效期。咁我哋正式咧就入到一個洗牙治療室啦，叫做係可以睇到佢啲設備啊各方面咧就非常之整潔啦。咁嚟緊咧我就會去有一個洗牙嘅體驗啦。OK。咁去到呢度咧都會再初步去幫我去檢查多次啦。咁佢問翻我之前有冇啲病歷嘅記錄咁樣樣嘅。咁佢就好細心同埋好有禮貌。咁佢呢度醫院咧都好提倡咧，其中有個4H 嘅服務㗎。咁其中一項咧係叫做 hotel 啦，就係講緊係提供一啲可能酒店式嘅服務嘅。咁個水準係非常之高。這些黃黃的，就是這種黑黑的呢，就是血都被洗走，對這種血含會不好，然後比較濃，然後會有一點點酸酸的。晚上有點空空的吧？可以。好，謝謝。我覺得嗰個感覺咧，第一咧，如果以前洗牙咧比較痛啲啊，咁其實我全程個感受咧，我覺得佢係真係處理得幾好。我真係接近係冇乜痛感咁滯，同埋成個過程佢都好溫柔啊。喺香港洗牙咧，可能好快嘅，一陣間咁就洗完。咁佢呢一度咧，真係成個流程咧係做得好足咯，同埋檢查得好細緻。咁如果係想再白啲嘅話，咁可以做埋個噴砂咧，咁就有嗰個更加好嘅效果咯。咁我呢次又主要係清理洗牙結石，重新去消毒啊，清理翻啦。係啊，所以其實佢嗰啲周遭嘅儀器啊，個衛生程度啊，係 keep 得好乾淨。我個洗牙個體驗就完㗎啦，而家去到而家就。咁我都見你哋有好多啲專業嘅醫師喎，可唔可以介紹下？譬如啦，我哋有黃教授啦，黃教授咧，佢係原本深圳市人民醫院口腔中心科嘅主任嚟嘅，咁而家係擔任下我哋醫院咧係做教授級嘅，專門係處理啲疑難雜症嗰啲病人，即係比較複雜啲嘅手術嘅話咧，大多數都轉介俾黃教授呢邊嘅。吳勇教授咧係我哋嘅牙周專科嘅醫生嚟嘅。牙周專科。專門就係做牙周專科嘅。係。呢啲問題。趙院長科嘅一個專科院長。係。都係醫學碩士，同埋都係副主任醫生，都係喺公立醫院嗰邊出嚟嘅。咁樣。咁如果係一個正常情況係唔複雜嘅話咧，大概幾多錢到㗎？
咁如果係正常嘅話咧，我哋如果係種牙嘅話，咁單常規種一個植體加埋一個牙冠嘅話咧，係有唔同嘅套餐同埋係唔同嘅價格嘅。咁譬如啦，有韓國啦，或者係美國或者係法國，最好嘅就係瑞士、瑞典嘅呢幾個品牌。咁如果話係韓國話咧，而家佢啱啱好係有活動嘅。咁原價嘅話3800，而家折完之後係2960蚊。2960。係冇錯。咁如果係美國好勝嘅話咧，咁原價係5800嘅，而家折完之後咧就4200。都有折扣嘅。係冇錯。咁包括法國啊，或者係諾貝爾啊，或者市場賣呢幾款咧，佢係終身保養嘅植體嚟嘅。咁當然啦，佢哋個價格區間係5000到13000左右。好啊，明白嘅。咁啊，個確實價錢都可能都要根據個實際情況咧，咁先攞到個報價啦。冇錯，係。咁如果係箍牙嗰方面嘅話咧，咁譬如佢係有分金屬同埋隱形嘅。咁如果係隱形嘅嗰啲箍牙嘅話咧，大概個費用都係喺14000到18000幾左右。14000、18000到。咁有啲包括小朋友啊，或者係啱啱發育完成嘅，即係12歲嘅小朋友嗰啲嘅箍牙都會平少少嘅，大概係12800左右。但係佢大多數都係帶金屬呢一款嘅。金屬嘅，即係你嘅意思係小朋友就通常用金屬款多。係啦，因為小朋友都考慮到佢一個自律性嘅。係。明白，係冇錯。因為如果係隱形嘅話咧，佢需要嘅自律嘅需求係比較高啲嘅。咁當然有啲小朋友佢都可以自律性高啲，都可以接受得到隱形嘅呢個問題。明白。咁今日咧嗰個探店咧就已經完咗啦。咁其實我自己最大個感覺咧係發覺價錢嗰方面啦，咁咧係真係比較經濟少少嘅。咁無論可能我哋常規啲洗牙啊，或者可能有時啲老人家啊要需要有處理種牙，或者啲後生仔小朋友箍牙咧，咁個價錢係相對於經濟。咁同埋其二嘅話咧，我覺得佢哋喺個服務嘅質量嗰度係真係做得非常之好。咁佢哋真係可以好貫徹到一種好家庭式嘅關心啦，或者一啲好酒店式嘅服務啦。咁我下次咧我都可能會介紹埋屋企人啊朋友上嚟去試下。咁佢呢個 location 都方便㗎，又無論可能譬如你喺關口嗰度嗌車又好啦，或者搭地鐵咧都可以到得到㗎，個位置係。值得一提咧，醫院有7大嘅特色服務咧，係專貨翻俾港澳區嚟嘅患者嘅，內容就包括 VIP 就診綠色通道、專屬港澳診室、健康管家1對1全程陪診、粵語無障礙溝通、口岸專車接送、個案管理師、400港澳就診專線。